中低年级区位闯关竞赛啊，这个是我们的起跑线，也等于是我们的接力区。那第2位选手在后面预备啊，就是在这个接力区的后方这条线啊。等第1位一进到竞赛场地，下一棒就可以进到这个接力区这边。那现在先为你示范啊，第1项啊左右平衡跳啊，请同学向前面一定要双脚跳，先往前跳，再往左边，再往右边，再往右边，啊，这种碰到就失败哈，再往右边，再回跳，好，再往前，好，现在为你做重新一次，好，现在为你做个连续的动作啊，预备，1、2、3、4、5，再往前跳，好，选手继续要在第1半碗池下面用匍匐的方式呢前进，从一端到另外一端啊，不能用膝盖走路哈，必须用手跟脚内侧去爬行啊，请示范同学来示范。好，开始。哎，记得第2身体要放低啊，那个不是用膝盖走路，脚也可以，对，脚也可以，左脚并用，哎，对，往前。好，到这边就可以起立，前滚的方式穿过这个呼啦圈，请看示范动作。哎，前滚翻之后呢，完毕，再就往前下一关，然后这个投掷区必须蹲下战斗蹲姿的方式，然后呢将手中的龙球投进篮，投进为止，请示范。继续投。没有进。投完之后呢，就可以回到原点交棒给下一位。